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永早做田人伫农业社会是怎样地位呢？时势变迁，谁知影讲即当阵一斤土豆甲你收偌济？有当着啊，就要搁政府出来断现砍。时势转变想袂到，总是工业社会不比永早。啊，毋过有真侪旧时代俗语话，嘛反映讲做田人的心声，反映讲担了真重，门卷出汗，汗滴落去涂骹底，深泥重白，才会辛辛苦苦，咱的祖先打田土迄款的过程。国情讲几句俗语话来，甲大家互相研究一下。头一句，永早我听李鸿禧教授，虽然做宪法的专家，人伊嘛是台语的专家。伊讲吼，古早人一句俗语讲，百般的工艺毋得低头落地。甚至李教授佫讲，若迄个讲亲情，若讲厝人失面做看，做骨就架当，毋通无啊来讲话就红声，讲人迄吼失面做偌看咧。结果时代一个转变，较少年的祖囡仔，煞会倒头讲嫌，讲我实做遐看，是要过去遐艰苦操烦的上。即马少年家已经无爱做田啊啦，毋则永早讲百般工艺毋得低头落地。啊，自即个环境，咱来甲联想，咱来甲想一个真。台湾话内底嘛真侪甲做农有牵连的话。你想讲，以早咱讲一句“田园厝体”，是安那“田园厝体”这四字会甲扣做伙，伊咧描写啥物内容？就是咧讲一个人的财产，好野产啦，就是田园厝体啦。尤其田园搁摆伫咧厝体头前，可见讲失面做济做少，这就表示讲即个人。有影讲好野甲善的情差，啊，永早咱讲士农工商，商利摆伫咧上后尾。谁知影讲资本主义一个进展，工商社会慢慢农民的身份哪像愈来愈低，农民哪像愈来愈无受重视，甚至讲这个做田的时代，恁家己上该知，农村破产40-50年前，真侪这田庄的囡仔，亲像阮老爸、阮老母这样的，无奈。就爱唱田庄兄歌，毋愿搁骗田庄土味，所以就爱再会啦，就爱唱孤女的愿望。讲请借问报田的田庄阿伯啊，人咧讲繁华的都市，台北对倒去，佛甲一当金，菜金菜土，有当着啊，菜长咧好价，做田人笑甲嘴啊利塞塞，菜价小长咧歹，就爱农委会主委出来断现砍，啊总是。永早做田的知识，原来留落真侪俗语话。有缘时势变迁，到即当阵，嘛阁真值得咱来参考呢。你甲听，国情要阁甲你讲一句，叫做“报田面悠悠，挂着连喙笑”。这就是讲吼，你着爱汗滴落涂骹底，门卷出汗，落去报田。虽然迄当阵面悠悠，咱若等待甲挂着的时阵，原来有才条连喙笑啦。